佢性格高調，但佢有超凡嘅創造力。佢份人調皮，但佢有無與倫比嘅足球技巧。佢係當年無堅不摧嘅巴塞三叉戟成員之一，價值2.2億歐元嘅球星尼馬。尼馬曾經被譽為係兩大球王美斯同埋 C 朗嘅接班人。當年天才橫溢嘅巴西少年，到而家搖身一變成為全球轉會費最高嘅足球員，場內場外都十分高調嘅佢，令到佢不斷被傳媒追擊，負面新聞報道不斷，連好多球迷區嘅留言都係笑佢不斷碌地，同埋有一個後生過佢嘅繼父。但你係咪真係了解佢呢？我相信有好多人都會俾佢嘅花邊新聞影響，而忽略咗佢喺球場上嘅表現。佢曾經帶領巴塞奇蹟反勝巴黎聖日耳門，亦都曾經為呢個巴西嘅足球王國拎得史上第一面嘅足球奧運冠軍。呢段影片將會介紹呢位曾經天才橫溢嘅少年尼馬。尼馬出生於巴西聖保羅州，因為佢嘅父親係一名前足球運動員，所以佢深受佢父親嘅影響，好細個就開始接觸足球呢種運動，並且成為佢嘅啟蒙教練，令到佢嘅足球天分能夠迅速發展起嚟。尼馬亦都同好多巴西嘅足球員一樣，由細個開始踢街波，開始佢哋嘅足球生涯。到咗6歲嘅時候，佢受到邀請開始接觸5人足球，而5人足球因為場地範圍細，所以球員需要喺好短嘅時間裏邊作出反應。所以細個嘅時候，尼馬已經能夠喺快速節奏嘅情況底下盤帶同埋射門，為佢足球嘅技巧奠定咗一個良好嘅基礎啦。到咗2003年，佢加入咗山度士嘅青年軍，進行有系統嘅訓練。而好多著名嘅球星，包括比利同埋朗拿甸奴，都係喺山度士開展佢哋嘅足球生涯。而尼馬喺青年軍出色嘅表現，吸引咗皇家馬德里球探嘅注意，邀請佢去皇家馬德里度試訓。而天才橫溢嘅佢，亦都輕鬆通過咗呢次試訓。當皇家馬德里想簽下尼馬嘅時候，山度士決心挽留尼馬，開出年薪700萬歐元合約俾尼馬。為咗籌備挽留尼馬嘅資源，山度士更加不惜解散整支女子足球隊同埋5人室內足球隊，而尼馬亦都最終選擇留校山度士繼續發展。喺2009年嘅時候，17歲嘅尼馬同山度士簽署咗呢個職業嘅合約，升上一隊。佢亦都火速上位，天才橫溢嘅佢喺第一季已經上陣48次，攻入14球。亦都當選咗2009年洲際聯賽最佳新人，喺足球界之中嶄露頭角。而喺2010年協助球隊成為雙冠王，上陣60場，攻入42球，當選埋巴西足球甲組聯賽最佳前鋒。其後喺2011年同2012年，尼馬更下一城。喺球會方面，佢帶領山度士衛冕聯賽冠軍，亦為山度士事隔48年再次奪得南美解放者杯。喺個人方面，佢更加獲獎無數，當選由英國著名足球雜誌《世界足球》所選出嚟嘅2011年最佳新星、FIFA 普斯卡斯獎、巴西金球獎、巴甲足球先生、南美足球先生，並且獲得一個最特別嘅個人大獎，就係由巴西金球獎委員會所選出嚟嘅 All Conquer 大獎。呢個獎並唔係每年都會頒發，只有當世足球界之中出現一位實力鶴立雞群嘅球員先至會頒發啦。而咁多年嚟，只有2位球員得到過呢個獎項，一個就係尼馬，而另一個就係當世公認嘅球王比利。可想而知，當時尼馬嘅名氣以及實力都係喺眾多嘅青年球員之中最頂尖嘅一位，而佢亦都踏上平步青雲嘅足球路上。而佢人生嘅其中一個轉捩點就係喺2013年，佢轉會到巴塞羅那，轉會費大概為5700萬歐元。當時所有嘅傳媒都聚焦佢可唔可以配合到巴塞羅那嘅球王美斯，而可能大家都係南美嘅球員，美斯同尼馬嘅合作非常之有默契。雖然呢一季尼馬同美斯都未能夠為巴塞羅那帶嚟西甲冠軍同埋歐聯冠軍，但佢哋嘅表現依舊可圈可點啦。
尼馬喺西班牙超級杯之中交出一入球一助攻，助巴塞奪得西班牙超級杯，亦都喺歐聯嘅小組賽之中僅僅用咗14分鐘就能夠大演帽子戲法。呢一個帽子戲法亦都係歐聯史上第4快嘅。完咗呢個賽季之後，尼馬積極備戰巴西世界盃。呢位天之驕子被譽為巴西世界盃嘅希望之光，加上有主場之利，令到巴西成為奪冠嘅大熱門。喺揭幕戰嘅時候，尼馬亦都不負所望，個人梅開二度，帶領巴西3-1擊敗克羅地亞。亦都喺小組賽之中對陣喀麥隆嘅時候，再次梅開二度，帶領巴西以4-1擊敗喀麥隆，順利晉級16強。呢個時候嘅尼馬佔據住射手榜嘅榜首，而世界盃時候嘅尼馬憑住俊俏嘅外貌、花巧多變嘅球技，吸引咗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女粉絲。而小弟當年就讀嘅學校，亦都有好多女同學中意尼馬。場內場外兩得意嘅尼馬，呢個時候亦都背負住更多奪冠嘅壓力。16強以12碼淘汰智利。而慘劇亦都喺8強之中發生。當時巴西隊對陣哥倫比亞，尼馬喺88分鐘嘅時候，被哥倫比亞嘅球員用膝頭哥猛烈撞擊佢腰部，傷勢非常之嚴重。經過檢查之後，亦都證實佢唔可以再為巴西出戰餘下嘅比賽，緣盡世界盃。而巴西國家隊喺4強慘遭德國血洗7-1，缺乏進攻主力尼馬，令到巴西嘅進攻乏力。而巴西面對德國機動性嘅踢法，防線亦都全面崩潰。而最終巴西只能夠以第4名嘅成績完成呢一屆嘅巴西世界盃。雖然尼馬因傷緣盡咗呢屆嘅世界盃，但係因為呢屆世界盃出色嘅表現，令到佢更加聲名大噪，成為球壇最頂尖嘅進攻球員之一。而巴塞羅那喺世界盃之後14-15賽季之中，簽入咗一位好重要嘅足球員蘇亞雷斯，而尼馬、美斯、蘇亞雷斯形成咗令球壇聞風喪膽嘅組合 MSN 三叉戟。當時巴塞嘅球迷有一句說話，有波就交俾 MSN， 貼切地形容到當時 MSN 喺前場上面嘅震懾力。尼馬負責左翼，美斯負責右翼，蘇亞雷斯則在禁區裏邊等待機會。三人都具備南美球員踢法多變嘅特質，不時互換位置，令到對手難以抵擋靈活多變嘅 MSN 組合陣式。場外場內都係好朋友嘅佢哋，令到佢哋有絕佳嘅默契。蘇亞雷斯有超強嘅射門觸覺同埋精湛嘅射術，而尼馬盤帶技巧多變，成為邊路嘅一大殺着。而美斯嘅個人技巧、射手觸覺、傳球能力，亦都係足球界嘅頂峰。佢哋三個人喺球場上邊嘅表現，完美地演繹咗邊路同埋中鋒嘅配合。瘋狂嘅入球同埋助攻紀錄，相信係足壇史上最佳嘅進攻組合之一。就數據方面，短短幾個賽季之中，合共攻入咗364球，173個助攻。而尼馬喺14-15賽季之中，歐聯嘅表現非常之出色，更加喺決賽對陣祖雲達斯嘅比賽之中，攻入奠定勝局嘅一球，以3-1擊敗咗祖雲達斯。尼馬奪得咗佢人生第一個歐聯嘅冠軍，而尼馬出色嘅表現亦都令到佢當選咗 FIFA 金球獎嘅第3名，僅次於美斯同埋 C 朗，亦都當選咗西甲最佳南美球員。而當中國王杯對陣畢爾包嘅決賽之中，有一段小插曲，尼馬使出佢嘅招牌個人絕技彩虹個人，亦都引起對手嘅不滿啦。呢個時候嘅尼馬足球風格係非常之野火。而其後兩季，尼馬亦都交出亮麗嘅表現。15-16賽季中期，美斯受傷，佢亦都肩負起帶領球隊嘅責任。而當中賽季有一場對陣維拉利爾嘅比賽，佢接應蘇亞雷斯嘅傳中，佢用腳輕輕踢起個波，轉身射入技驚四座嘅一球，最終助球隊奪得國王杯冠軍同埋西甲冠軍。而16-17賽季之中，歐聯16強，巴塞羅那首回合被巴黎聖日耳門以4-0擊敗，可以話晉級無望。
但係尼馬再次喺次回合交出驚世嘅表現，攻入咗2球，並且交出1個助攻，令球隊反勝晉級8強。最終喺呢個賽季裏邊，亦都為球隊贏得一個國王杯嘅冠軍。而呢一個賽季，亦都係尼馬喺巴塞裏邊嘅最後一個賽季。因為法甲球隊巴黎聖日耳門喺下一個賽季不惜一擲千金，以2.2億歐元簽入咗呢位巴西嘅球星，創下咗史上最高轉會費收球。比起上一個由普巴創下嘅1億歐元轉會費紀錄，足足多咗1倍有多。而佢去到巴黎嘅原因，外界亦都眾說紛紜。但係最有可能嘅就係佢想離開美斯嘅護蔭同埋陰影，真真正正成為球隊獨當一面嘅核心領軍人物。而加盟咗巴黎聖日耳門之後，尼馬嘅表現亦都好壞參半，但係佢嘅足球態度絕對比唔上巴塞時期嘅佢。喺巴黎聖日耳門，尼馬嘅是非多多，先有同卡雲尼爭射12碼，其後亦都因為佢惹火嘅足球技巧，經常同敵對嘅球員發生衝突。而佢喺巴黎聖日耳門嘅傷患次數亦都逐漸增加，被外界覺得佢嘅足球表現大不如前。而尼馬喺2018年嘅世界盃，亦都只能帶領巴西喺8強之中止步。但係佢喺世界盃之中比賽之中誇張嘅倒地動作、翻滾動作，亦都備受批評啦。喺1920賽季之中，雖然帶領巴黎聖日耳門打入歐聯決賽，可惜嘅係佢俾如日方中嘅拜仁慕尼黑以1-0擊敗，喺決賽之中落敗啦。佢未能夠帶領巴黎聖日耳門奪得佢第一個歐聯嘅冠軍。雖然尼馬有無與倫比嘅足球技巧，但係我認為佢嘅足球態度係窒礙佢成為足壇最頂峰人物嘅一大障礙。而球壇有好多後起之秀，包括麥巴比、荷蘭特、辛祖等等嘅球員。尼馬要避免俾呢啲後起之秀追上，佢必須要改變佢場內場外嘅態度，同埋先至有力問鼎呢個足壇嘅頂峰。最後就講一講尼馬喺球場以外嘅嘢啦。除咗佢有一個後生過佢繼父呢啲花邊新聞之外，其實尼馬亦都係一個好有善心嘅球員。佢曾經捐獻過760萬歐元成立研究所，為巴西聖保羅地區嘅弱勢兒童提供教育同埋體育活動，直接同埋間接地幫助咗超過1萬名少年兒童提供服務。亦喺2020年捐獻過500萬歐元俾聯合國嘅兒童基金會，用嚟抵抗疫症。尼馬亦都每年舉辦尼馬5人足球賽事，用嚟推廣足球活動，亦都提供一個平台俾有天分嘅足球員發揮所長，吸引咗全球62個國家14000支隊伍角逐呢個賽事。勝利者除咗有獎金獎品之外，亦都可以同尼馬嘅球隊一較高下。從有天分到備受關注，尼馬一路走嚟呢段足球路亦都唔容易。希望佢嚟緊呢個賽季能夠帶領巴黎聖日耳門奪得歐聯冠軍，亦都為佢嘅足球路上不斷努力，更上一層樓啦。好多謝你收睇呢段影片到最後一刻啦。呢個 channel 我會不斷更新唔同新嘅影片。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嘅話，你可以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多謝晒。